沙棘咧有效成分係具有清除人體內嘅自由基嘅作用啦，從而提高免疫功能啦，對於人體嘅抗病能力啊，延緩個人體衰老有着重要嘅作用嘅。咁仲有咧，沙棘含有多方面嘅生物營養成分咧，係對於嗰個護理皮膚啊、防皺啊、防抗皺紋咧都有好好作用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係認識咧喺呢一方面咧係應用係好多啲美容嗰度㗎。好啦，咁頭先所講係個心血管嘅病啦，係人類嘅即係三大嘅疾病之一啦。咁仲跟住嚟係咩病咧？係癌咯，係咪？而家大部分人咧都係死喺癌啦、中風啦、心臟，呢個差唔多係三大殺手嚟㗎啦。好啦，咁喺抗瘤腫、抗癌嘅作用方面咧，佢除咗通過免疫機制同埋其他嘅途徑可發生嘅作用之外咧，原來仲可以直接抑制癌細胞嘅作用，同埋咧係阻斷致癌因素嘅作用。喺美國1992年嘅科技10大新聞報導裏邊嚇，佢話咧 B 胡蘿蔔素同埋維他命 E 組合喺埋一齊咧，就有好強嘅抗癌嘅作用。即係胡蘿蔔素同維他命 E， 咁可以明顯咧係減輕抗癌藥物對血液嘅毒性同埋消化道嘅不良嘅，增加患者嘅食慾啦，預防同埋治療化療後嘅引起嘅消化道黏膜潰瘍，咁提高嗰個身體個機能嘅免疫力。咁嗱，你知道咧，好多人咧係不幸咧又遇咗癌症咧，亦都去不幸咧去採取呢啲咁樣嘅化療啦。咁嗰個副作用係好犀利嘅，口腔潰爛啦，消化道嗰啲黏膜潰爛啦，咁好多人咧根本就可以咁講咧，係成個嘅消化道破壞。咁大家要諗下啦，我哋嘅身體嘅營養係要靠吸收噶嘛。當你嘅消化道破壞嘅時候咧，你根本成個身體吸收嗰個營養嘅能力已經大已經降低噶啦。好啦，咁佢哋認為咧喺化療前1-2個星期咧係服用比較好啦。嘅放療病人嘅或者可以用喺外敷，亦都可以大減輕放射治療對人體嘅損傷。加埋內服咧，亦都可以減輕放療時嘅不良嘅反應啦。對急性放射有防護嘅作用啦，對重要嘅內臟器官啊，譬如心臟啊、脾臟啊、肝臟啊、肺啊、骨髓咧，都有啲明顯嘅保護作用嘅。咁亦都會具有保護造血嘅器官啦，恢復造血器官功能嘅療效。咁當然啦，亦都係延緩嗰個衰老，防止嗰個脂質過氧化嘅作用。同埋咧，如果食等同量嘅維他命 E 相比咧，沙棘油嗰個明顯係優勝過維他命 E 嘅。咁同埋咧，沙棘油對嗰個細胞免疫同埋嗰個體液免疫嘅調理作用咧，係多環節、多水平，功效十分明顯。咁大家了解啦，我哋免疫系統咧係有兩大類啦，一種係個細胞啦，就係我哋白血球嗰方面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我哋嗰個抗體啦，免疫嗰方面啦。咁睇到咧，嗰個沙棘咧係對呢方面嘅免疫咧都會有多方面嘅明顯嘅幫助嘅。咁袁醫生，我知道沙棘油嘅功效有好多㗎，仲有冇其他呢？好啦，咁沙棘油咧，原來咧係對付一啲婦科嘅炎症啦，同埋咧係可以抗炎鎮痛作用嘅。咁主要咧佢係有化腐生肌，咁對一啲口腔潰瘍啊、胃潰瘍啊嘅治療非常之明顯啦。如果我哋有口腔潰瘍，好多時候啲人都會有，尤其是啲係嗰啲生痱滋啊嗰啲咁，有啲人經頻有嘅，係好痛嘅。咁遇到呢啲口腔潰瘍咧，我哋可以用啲沙棘油咧，就咁搽落嗰個傷口嗰度啦。因為沙棘油係可以服食噶啦，咁所以可以放心咧，係搽落嗰個口腔嘅傷口裏邊啦。如果有胃潰瘍咧，咁最好咧就用空肚食啦。咁一般嘅其他嘅各種嘅創傷咧，譬如燒傷啊、燙傷啊、刀傷啊、嗰個痈瘡啊，即係瞓到嗰啲人，即係啲老人家瞓到個皮咧都潰爛啦。仲有咧係子宮頸糜爛啦，或者子宮頸炎咧都有良好嘅治療作用嘅。咁嗱，呢當然咧係可以外敷咯，係咪？如果你係嗰個褥瘡嗰個即係
瞓到爛咗嗰啲咧，喺嗰個傷口嗰度啦。咁子宮頸咧，亦都可以想辦法咧，係放入去嗰個子宮頸嗰方面嘅。好啦，咁特別係治療嗰個燙傷啦嚇，既可以止痛，亦都唔會留疤痕喎，好犀利㗎啊！咁亦都可以提高嗰個免疫能力。咁我哋上一集咧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啦，即係以前咧就係講嗰個喺燙傷方面咧，沙棘油咧通常咧就搽咗落嗰個傷口嗰度啦，跟住咧就攞啲即係攞啲熱咧嚟到令到佢係即係吹翻乾佢啦，咁就形成一個保護性嘅薄膜嚇。咁呢個就喺嗰個燙傷係咁樣應用嘅。好啦，咁我知道咧。佢係唔得係值得可以耐用嘅嚇，咁通常咧我用喺呢治療個輻射嘅損傷啦、燒傷啦、陰道黏膜炎啦、子宮糜爛啦、胃同埋十二指腸潰瘍都有好好嘅效果。呢個係前蘇聯嘅喺呢方面嘅研究啦，同埋咧咽喉炎啊、扁桃腺炎啊、上顎竇炎啊，即係 sinus 嗰方面啦、牙周炎咧都有好好嘅療效嘅。嗱，大家可能都喺我哋個節目咧都聽過咧用嗰個朗油咯，係咪？咁如果大家係遇到真係牙周炎嘅時候咧，可以用嗰個沙棘油朗油。OK， 好啦，咁沙棘油咧仲有抗輻射，可以促進上皮組織再生嘅功能咧，可以製造成好多不同嘅化妝品嚇，咁對人體嘅護膚嘅作用。好啦。頭先所講燒傷、燙傷、刀傷、凍傷嚇，即係逢親你傷口破壞咗咧，都可以用嘅。咁通常咧，每日咧就塗喺患處2-3次啦，就會有好滿意嘅治療效果噶啦。咁原來喺中國嘅蒙古藏區嘅地方咧嘅牧民咧，通常咧係儲備好多啲沙棘果啊，我哋醫療咧家人或者屋企人嗰啲傷風感冒啊、咳嗽啊、哮喘啊，同埋咧係腸炎下痢。同埋跌傷嘅，咁佢呢個係用埋嗰個果嘅。好啦，咁中國嘅沙棘咧，當然喺嘅黃山高原同埋其他嗰個水土流失嘅地方一種生態嘅維生素嘅，喺嗰個維生素嘅嗰個豐富嘅方面咧，有神奇嘅功能，所以喺學術界咧可以話咧係沙棘咧係21世紀人類健康嘅保護神。哇！你睇下，好啦，廣泛用於製藥業啊、保健品啊、食品啊、飲食業啊、化妝品業啊。沙棘油咧係實在咧，可以話咧係一種生態有機嘅產品，同埋綠色嘅健康產品嘅。好啦，咁當然啦，大部分人咧都係用護膚品咧，已經開始睇到咧，其實而家嘅好多護膚品裏面咧都含有沙棘嘅。係啊。咁原來咧沙棘可以抗衰老啦，用喺嗰個美容啊同埋美膚嗰方面啦，因為佢含有一種叫做超氧化物嗰個歧化酶 SOD superoxide dismutase。咁呢個咧 SOD 咧係可以咧清除人體裏邊嘅自由基嘅作用啦，咁亦都係能夠增強個免疫系統功能，調節嗰個免疫活性細胞，係一種有效嘅免疫調節劑啦。咁當你嘅人嘅嗰個提高嗰個免疫能力咧，抗衰老啦，呢個係當時非常之明顯嘅。咁因為沙棘油裏邊咧有一種游離脂肪酸啦，有嗰個碳氫化合物啦，同埋咧有一個咧係甾醇總含量磷脂啊、維他命 E 啊、維他命 E 啊，嗰個類胡蘿蔔素呢啲咁樣嘅護膚嘅主要成分含量好高嘅，可以話比其他植物咧高成幾倍甚至係幾十倍嘅。咁呢啲物質最緊要咧係好容易俾皮膚吸收嘅，咁所以咧係可以咁講咧係即係所以應用喺呢一方面係非常之顯著嘅。咁你睇到咧佢維生素營養方面嘅係好全面嘅，好多嘅。好啦，仲有咯。咁原來沙棘油咧對個呼吸系統嗰個治療作用係非常之好嘅，佢可以止咳祛痰啦，嗰個消食化劑啦、活血化瘀啦，沙棘咧含有黃酮啦，主要其中嘅成分咧係就合頭皮素，一種叫做合頭皮素，已經證明咧好明顯嘅嗰個去痰啊、止咳啊、平喘作用，咁所以咧係成為一種治療慢性氣管炎嘅主要嘅有效嘅成分嚟嘅。好啦，咁跟住咧
原來對嗰個胃病嘅消化系統都有治療嘅作用㗎啦。喺民間咧一直都成日用喺呢一方面㗎啦，包括胃啊、十二指腸潰瘍啊、炎症啊、消化不良啊。咁沙棘油治療嗰個胃潰瘍嘅作用咧，臨床已經好多報道㗎啦。早喺1959年咧，前蘇聯咧已經報道咗患者口服沙棘油咧，每日3次即係飯後食啦，34到47日裏邊咧，可以令到胃潰瘍嘅病情得到控制同埋好轉嘅。咁即係記住，用呢啲自然嘅產品咧，通常咧要俾耐心啲啦，用佢1-2個月啦，唔好咁你先可以攞到呢個嘅明顯嘅效果啦。咁可以知道咧，沙棘油有明顯嘅抗胃潰瘍作用啦，同埋咧係用喺嗰啲治療腸道各種嘅炎症啊、疾病啊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咧產品咧就用沙棘油去製成嘅嗰個全劑咧，即係肛門可以塞落去啦，咁可以治療咧直腸嘅疾病啊、直腸炎啊、嗰個直腸潰瘍直腸潰爛潰瘍同埋咧係嗰啲其他性嘅直腸炎啦，或者慢性結腸炎咧引起嘅內屙嗰啲情況。咁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除咗服用之外咧，亦都可以用種塞落肛門嘅一種塞劑嚟嘅。好啦，仲有咧肝大家都了解咧，肝係好緊要嘅，係身體嘅係好大嘅好主要嘅化工廠嚟嘅。咁沙棘裏邊咧含水量嘅都有蘋果酸、草酸等嘅有機酸咧，具有咩咧緩解抗生素同埋其他藥物毒性嘅作用嘅，保護肝臟啦。沙棘油裏邊嘅嗰個卵巢卵脂啦方面咧，同埋嗰個磷脂類嘅化合物咧，亦都係一種生物活性比較高嘅成分咧，可以促進細胞代謝啦，改善肝功能啊，抗脂肪肝啊，抗肝硬化咁可以睇到咧，即係呢個係一個係非常之緊要。但係香港人咧好多時候咧好怕個肝炎或者肝炎之後咧話有脂肪肝啊，好多人都有嘅。咁一睇到咧呢方面咧個沙棘油都可以幫助得到嘅。好啦，仲有咧就係而家啲補腦啦，健腦益智。而家啲細蚊仔咧好多時候咧讀書讀得好辛苦嘅咁有啲市面上咧，當然好多人咧用嗰啲咩魚油啦，係咪 DHA 呢啲嗰啲即係大家好人都識得用噶啦。咁除咗呢方面咧，原來咧沙棘油咧都有多種嘅氨基酸啦、維生素微量元素啦、不飽和脂肪咧，對兒童嘅智力發展同埋身體嘅成長咧都有好好嘅作用嘅。長期服用沙棘汁對嗰個兒童嘅智力水平、反應能力咧，同埋保持旺盛嘅精力同埋體能咧，係有極好嘅作用。大家有一種感覺㗎，即係我哋一諗起蘇聯嘅民族咧，我哋會諗到咩咧？好大隻嗰啲人，即係好大隻好健碩同埋咧蘇聯嘅當然都係非常之聰明啦，係咪？你睇佢嘅高科技咧，喺醫療方面咧，其實蘇聯嘅人係即係好叻嘅即係唔係只係美國，所以可以話同美國拍得上嘅，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咧，即係呢啲嘅，即係呢個係可以話蘇聯一個國產嚟嘅，一個好多人都即係用得到嘅。咁好啦，咁最後咧喺沙棘油咧對嗰個治療眼疾咧都有顯著嘅成效可以醫咩咧？近視青光眼沙眼同埋突眼性嘅甲狀腺腫啦、角膜炎啦、水泡啦、眼皮燒傷咧同埋角膜炎等等咁亦都前蘇聯咧亦都報道用沙棘油治療眼部燒傷嘅病例118。咁通常咧係用喺5到6滴嘅沙棘油劑咧，滴到角膜囊嗰度咧，可以明顯咧係縮短個治療期啦。對於角膜成形嘅手術之後嘅併發症咧，都可以每日咧滴3滴嘅沙棘油咧，連續30日咧，都有非常之滿意嘅效果嘅。咁你睇到咧上面講嘅對沙棘油嘅成效藥理嘅喺綜合嘅睇到咧，沙棘油可以話全身都係補嘅。喺一種植物裏邊咧，具有咁多對人體有效嘅成分咧，喺今時今日喺自然界都唔多見嘅咁所以認識沙棘油研究沙棘油發展沙棘油善待沙棘、重視沙棘、重用沙棘油咧，可以話咧係對人類嘅健康嘅方面咧係
只有百利而無一害嘅。多謝晒袁醫生今日嘅分享，